香港波迷同大家回顧啱啱呢個星期嘅港超比賽，希望你繼續支持香港波，支持香港波迷，記得 CLS， 多謝。係啱啱咧突然有個大消息啊，就係李文宣布主教練荷蘭特離任啊，只係短短執教咗3個月多啲啲嘅啫，估計好大機會都因為足總杯就係出局啦，之前銀牌亦都輸咗啦。咁因為咧要踢亞洲賽咧，除咗聯賽冠軍之外啦，咁另一個名額咧就會係靠足總杯嘅。咁點知咧條線咧睇落咧，以為李文咧係會直入決賽之下啦，喺第一圈咧就已經出局啊。咁對手咧只係暫時排喺第7名嘅流浪，加上啱啱呢輪嘅聯賽啦，再喺主場1-1咧，只係逼和今季咧較為失色嘅南區，咁令到球隊咧打小場同榜首嘅大埔爭6分。咁雖然聽落唔係完全冇機會去爭冠軍啦，不過除咗大埔之外啦，仲有東方傑志，咁所以啦，有咁多隊嘅對手咧，主動權咧又輸埋咧，李文咧相信要攞到冠軍咧，真係奇蹟之中嘅奇蹟先可以做到啦。咁我諗啦，李文今季最主要深究嘅原因啊，可能都係李文嘅防線不穩啦，進攻失去目標。咁同埋之前講咗好多次嘅，就係中場咧冇一個定海神針啦，去帶住隊波啊，令到球隊好多場咧都係有先失波嘅情況出現。咁仲要咧，可能係唔止一球啊。暫時呢一刻咧，李文啦就官方宣布就會由朱兆基咧，再次咧就係坐喺主教練職位啦，就坐到最後啦。希望唔會之後啦，連佢都要走埋啦。咁荷蘭特啦，相信大家最有印象嘅都係佢將李文嘅陣式咧，就係學咗咧港隊去踢啊。咁有一個自由人嘅陣式啦，踢一個3中堅。咁但係始終李文嘅人腳啦，同港隊咧都係有啲差距㗎。喺自由人呢個位置啦，用咗好幾個，分別杜杜啦、李毅海都試過啦，甚至乎而家啦近幾場咧，佢將艾華頓都放咗落去中場度啊。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佢而家係連艾華頓自己李文嘅進攻源頭咧都減弱咗。不過今次我對於荷蘭特嘅離隊咧，我自己感覺上李文今次咧係有啲過急㗎。始終佢只係上任咗4個月都冇3個月多啲啦。咁同埋當初請佢嘅時候都知道荷蘭特係冇一個正式主教練嘅經驗啊，咁所以其實今次只係佢第一次嘅啫。咁佢亦都喺呢段時間裏面啦，叫做 train 緊阿李文咧，係有一個自己嘅踢法、自己嘅陣式啦。咁當然可能球員上邊嘅質素啦，未必配合到佢啦。咁你話佢用呢個陣式，好似我頭先咁講，係削弱咗艾華頓嘅進攻，自己好多時都有先失波嘅情況出現。但係呢一個陣式始終只係用咗短短3個月咧，我自己覺得係未溫熟嘅。咁所以我自己咧覺得應該係需要俾多少少嘅時間荷蘭特去繼續 training 啦。喺呢段時間度離職咧，對於李文嚟講啦，球員嚟講啦，球隊嚟講啦，剩翻餘下嘅可能係7至8場聯賽嘅時間咧，又要重新適應過朱兆基教練嘅教法啊、踢法啊，對於球員嚟講係難適應嘅。但係李文今季整體嘅組軍啦，佢哋每行嘅每一步棋啦，我自己覺得咧都係有啲差㗎。對於今季李文嘅表現咧，我自己係非常失望。由今季季初嘅組軍啦，引入嘅外援不及預期啊，甚至乎有啲球迷覺得以前嘅可能仲比而家嘅外援好。去到亞冠2，表現非常之差啦，提早出局，教練換完又換，全部都睇得出咧，李文今季啦，好似唔知想點咁樣啦。組軍嘅計劃錯晒，希望喺呢一段時間啦，班主李生啦，好好諗清楚，好好準備定下一季，重新再嚟過。就好似啱啱咧，李文對南區呢一場波啊，
咁南區啦喺上場輸咗俾東方之後啦，就話自己缺少咗一個數糊嘅罰球專家。咁短短幾日啦，南區咧終於揾到呢一個專家翻嚟。原來咧就喺自己陣中啦嘅中堅球員宋柱浩啊。咁對上一場出場咧已經係銀牌8強嘅時候啦，11月23號對住東方嘅一場波之後啦，就一直咧受住傷患困擾。呢場6分鐘重返正選嘅宋柱浩咧就有一個前場嘅罰球射入咗啊！而之後咧其實南區嘅隊長佐佐木周都有一下啦人多打人少啦嘅機會嘅，但係偏偏佢選擇咗就有一個遠距離嘅粒射，浪費咗拉開比數嘅機會。咁唔知係咪因為我哋成日笑贏住李文2球咧係最危險噶？咁所以咧南區喺呢場波裏面咧就唔想領先2球啊！整場咧嘅賽事咧，其實南區真係打得幾好噶，射門都多啲啦。李文咧去到下半場更加係打少一個，保連奴喺冇球在腳之下啦，出手打咗佐佐木周一下。咁球證睇翻 VAR 之後係俾咗直紅噶，咁亦都係影響咗下一場佢哋將會面對住傑志啊。咁呢場李文咧確實咧喺場上面有幾下咧都係好肉酸噶。令到場波嘅火藥味咧都係有啲嘅，不過踢少個反而令到李文呢只係用咗3分鐘啫就可以成功追和1-1。入波嘅係我哋之前話佢表現唔算太好嘅羅沙。咁之後兩隊都有入波嘅，不過咧都俾 VAR 就吹翻出嚟，最終咧就各得1分。港超逼科，另外大埔、東方、傑志都成功咧喺今週咧贏波噶。傑志5-0贏咗北區，北區咧由陳志康執教之後啦，就好似有啲起色嘅，但係結果都係輸波啦。咁而家咧就同上季一樣啦，下半段嘅聯賽賽程咧，見到佢哋咧散得比較犀利啊。今場咧俾唔到威脅傑志啦，我都幾擔心北區而家嘅狀況噶。而大埔5-2贏咗九龍城。咁大埔啦，之前就一路話緊啦，就係受傷嘅盧卡斯，今場咧係照踢正選噶，仲成功咧係戴帽個人入3球添。咁希望堅 Sir 啦，盡量就住佢用啦，唔好用殘佢啊，傷住都要去踢。咁而大埔啦喺後防啦，亦都係令人比較擔心嘅一個位置嚟噶。好似今場咁啦，馬高斯山道士嘅缺席啦，咁睇嚟佢傷勢唔輕嘅，短時間都未必可以再上陣，咁就令到啦大埔嘅後防啦就守唔住九龍城，憑住林學熙啦係入咗2球噶。可惜嘅就係九龍城嘅島江門將李漢浩啦表現就失準啦，咁無力啦就喺呢場波裏面咧去堅持同大埔咧係可以周旋多啲啦。咁最後東方3-1贏咗流浪。巴科爾喺呢場波雖然有入波啦，不過佢有2球嘅12碼宴客係差啲令到呢場波咧係有啲刺激感噶。半場伊巴謙單刀射入追近至2-1。去到下半場呢，東方就有馬高斯接應角球就射成3-1啦，先叫做終結咗呢一場波嘅。咁今週葉鴻輝、謝家榮咧都有失波之下呢，唯一零封對手嘅傑志啦，泰利啊呢位門將呢，就喺金手套獎上邊呢已經係追到呢家榮喎。咁唔知最後會邊一位可以成功拎到呢個獎呢？逼科分數差距呢，而家仍然係維持住6分之內嘅啫，1-2場波呢足以呢就影響爭冠嘅形勢。聯賽餘下呢，只係大約8場波㗎咋。咁好似今個星期咧就有2場嘅大戰，亦都會可能影響到咧逼科嘅排名機會噶。咁希望咧就多啲球迷一齊入場去支持啦。星期6啦5點半就會有傑志主場對住理文啦。星期日嘅3點就會有大埔主場對住東方。逼科互冚啦，冠軍爭奪戰究竟咧會左右大局啊？繼續4隊爭啦，定係咧最後得返1-2支球隊咧係一枝獨秀啦？咁另外2場嘅賽事分別就會有北區對港會啦，同埋南區對流浪啊。咁啊呢條片最後啦，咁就同大家講下中甲聯賽咧即將開始啦。
咁今季咧中甲咧只係得3名嘅香港球員嘅啫，分別就有重慶同良龍嘅吳宇希啦，余在賢就去咗石家莊功夫，同埋繼續留校南京城市嘅杜國良。咁睇翻上季嘅成績啦，重慶同埋石家莊咧都係有得爭下升超噶。咁啊，睇下呢兩位嘅香港球員啦，有冇穩定嘅上陣機會去幫助球隊啦。而南京城市咧就係屬於一隊中游嘅球隊嘅，上季係排第9。咁啊呢個星期中超仍然停緊啦，咁中甲就會開始第一周嘅比賽。今個星期六晚先有就吳宇希嘅重慶同良龍主場出擊啦，就會對住上季尾3僅僅護級成功嘅青島雄獅。星期日啦就有晏晝3點半啊，余在賢嘅石家莊功夫啦就作客去到定南共聯啊。咁呢隊原本係屬於黑龍江嘅球隊嚟噶。咁早前啦喺季前集訓啦，呢隊波曾經咧係同東方係踢過友賽噶。咁今季佢哋就移師去到江西省啦，作為主場啊。而同日嘅夜晚啦7點半就有南京城市主場對住上屆中乙嘅亞軍球隊大連昆城。咁喺支持本地聯賽港超聯、支持香港波迷之外啦，都希望大家支持屬於香港嘅球員，我哋都不妨支持一下外流嘅香港球員啦。